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！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唉，點解我成日定唔落心，做功課永遠唔專心？唔係你懶，係你嘅心亂咗，神就散咗。中醫講心主神明，心靜先至神聚，心亂自然神散。原來係咁，咁我點先可以靜下心落嚟啊？日常最簡單就係食百合荷蓮子，百合願心安神，蓮子健脾養心，最適合心神不寧嘅人。少躁動，慢呼吸，再搭配養心食材，心氣就會穩定。哇，心靜落嚟，做功課順晒。心藏神，心寧則身安，萬事皆順。